俺没读家书记。他把高中问着嘞，这个生意单位给，他教子去啊，其实哪买呗，生意单位呢？我这场这个八百脚骨路就怕下呗，出来呢什么就出着是吧？我这生意，唐北开发阶段嘞，控制10个多难了，缩水嘛，你们是吧？缩水的扎的缩水嘛，怎么着？喂，咱罗着买呗，咱吃不下多啊，不但你说就是看来大股待遇，他需要啊啥钱呢？把我出国客这呢，俺们给这讲不大概了，那么啥，我住，咱也那个俺们学这个是吧？住个这个的。怕开发阶段嘞，唐北给这的怕讲不下东呢，所以讲不有不的是吧？香港那老里啊，强大冬季，观众协助学姐，所以怕嘛呀，年代的美国的这忙不通就啦。当里呀，人类运动嘅明星搞不的经济，所以怕嘛呀，谢他们的这忙不通就。没看这一年嘞，那个亚克西没说都是亲队友嘛的，现在俺最没记录的这，干嘛解决嘛的？干到了那个也都看这一年嘞，家长是操练起的肉。走日在尋你，何時麻醉我抑鬱？我没读家书记，我看在用这个没进来嘞，看到没得了呀，所以没得个读写没哇，所以没得来下载没给进呢，刚警察的干没，提下来白来选都刚进来没的，他一那天个啥没看见没看在那个，看到没得看在也没打在局里嘛这了，看到没得了我有才会说过，提供了这了家长，提供了呀白来学长。俺要听这没的，托起。哎呦，不对，他方便面牛子说我那写哪的？年毛了没呗？我就不得的呗。方便面谁的呗？最多牛街上给啊，没多呗看的。怎么会最多的钱嘛的？怎么会最多的钱嘛的？非常好。说有这个，没钱没说给，咱多久了？是别说。今儿点二干去等你呗，等于的。听那语音故事呗。听那个看啥？阿看啥？阿姐啥的，给自己说说。哈过呀妈这媳妇给，哈过呀妈这媳妇给。哎呦我妈！这个样了是东干啥东家不会说着急。呀，哦，这，还是要得靠全部的素质。他叫的话，找东家当家的西的，马庄给了是20多万出去，这俺没得没的，每年都要给他选个的，这叫，哪个人的脑子装的？这叫他的，他说我没这个多呢，他们不天头，我们都也抓。他说你，家伙么了？哪了俺说的算的给，原来这做的活的我很过去说，给他个人的有啊，有，多少钱说你这个没活的？有。